天也不知道顾总是怎么了。虽然说他以前脾气也挺臭的，可这2天尤其的大，都已经无缘无故骂了我半天了。怪我，是我的企划案做得不够好。谁说的呀？哎，全公司谁不知道？公司上下的事务全部都是你打理的。如果你再做得不好的话，那就没有好的了。我看就是顾总挑刺儿。好了，别说了，万一让他听见，你可有麻烦了。我回去再看看，有没有值得改进的地方。啊，你也小心点儿，别招他。